陛下，班家奢靡，鱼肉百姓，请陛下为天下民众做主啊！陛下，梅大人一派胡言乱语。陛下，梅大人不会空口无凭的，肯定是有证据。梅大人，若有证据，赶紧呈上来，让皇上圣裁。陛下，臣这里有一封万言书，前几日班郡主为寿宴采买之时，大肆铺张，在民间引起怨愤，百姓联名所写，请陛下过目。梅大人，你也太假了吧！这门口刚闹起来，你连物证都有了。这说明老夫兢兢业业，从不懒政。你们班家纨绔，你懂什么？你懂？穷得叮当响，你懂什么是纨绔啊？好了，陛下，如今公主府外百姓积怨，听闻陛下在此，都想要讨个说法。若要纵容下去，恐怕会失了民心呐。小王八，你不要助纣为虐。陛下，陛下，请陛下切莫因私废公，包庇班家，还天下一片清明吧。有你何事？老实待着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。荣爱卿，臣在。寿宴之事你负责协理，所花银两你最清楚，你怎么看？此次寿宴之需的所有账目，臣都记录在册，这便呈给陛下。这也太巧了吧！你敷衍还带着账册呀？想巴结班家也不带这么干的呀！小心人没巴结上，落了个欺君之罪啊！梅大人如此兢兢业业，荣某也自当恪尽职守。这上面的每一笔账单都有专人验收，由太子殿下、臣以及收款人三方签字，若有任何疑虑，可随时查证。父皇，姑祖母寿宴看似花团锦簇，其实开销并未逾制。大哥，制度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如果班家真的那么干净，什么事都没有的话，那门口的这帮人又是怎么回事啊？此次寿宴，剩余银两300两，郡主自己又添了700两，合计1000两，由臣代劳，在城外建造了临时住宅，用于安置流民。臣以为，门外的那些百姓，说不定是来谢恩的。荣霞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可知？执剑大人求见。启禀陛下，经查证，门口闹事乃是有人从中挑拨，为首的已经被缉拿，请皇上圣裁。岂有此理！皇上，臣女一家一向比较低调，向来都是做好事不留名的，如今遭到这般诬陷，皇上，您可要主持公道啊！公婆，你们快起来吧。来，娘。花花，委屈你了。班家如此行事，爱民如子，朕心甚慰。赏金500两。那臣女就替流民谢过这500两了。只是皇上，今日是我祖母的寿宴，竟有奸人这般辱玷祖母的名声，还请皇上圣裁。言之有理。来人，把梅神官拉出去，杖刑100，贬为庶民。陛下，臣冤枉呀！臣冤枉啊！陛下，臣冤枉。谢陛下。